好，来继续这个正大消息，来看国民党的韩国瑜甲张善政的韩张配成型了。民进党的蔡赖配是不是嘛会成真嘞？蔡总统早起来参加到中科院的宴庆，讲到这个副手的问题，也是强调讲会伫适当的时机来公布。啊，面对着对手韩国瑜，以潘金莲甲武大郎来形容蔡赖配无遐多团结。蔡英文是批评着韩国瑜粗俗。讲身为着总统的参选人，应该注意言行。这是中科院50周年庆，看到囡仔伫唱歌跳舞，蔡总统心情敢若特别好。对了，这个国防的研究中心更加是有期待。协助国军加速不对称作战的部署的战力部署，是中科院首要的任务。参观中科院的社团活动，翕相签名，逐项有现场真闹热。不过政坛更较闹热的是副手的话题。随着国民党韩张配已经正式确定，蔡英文甲赖清德敢会配对手韩国瑜用武大郎甲潘金莲来形容赖清德心内不满。蔡赖配讲根本无法度团结，蔡总统是安尼讲的。只能用2个字来形容，就是低俗了哈。这个比喻是不当的了哈，这个显而易见的不当哈。我刚才已经讲过，我们民进党是团结的，好，我们内部虽然有竞争，但是我们对外是团结的。针对香港警察对民众开枪，嘛互人烦恼。我们看到昨天这样情况，是感到非常的遗憾。香港政府回应人民对于自由民主的诉求，绝对不是以子弹来回应。在陈同佳事件后，总统阁批评港府的态度，是讲关键的大选时刻愈来愈近，执政党会推出新款的组合对抗韩张配，相信真紧就会知影。